大港腳嘅入球啊！咁啊，之前咧就泰和杯4強對住伊拉克啦，亦都咧就曾經攻入過一球12碼嘅嚇。當時我哋曾經領先過添啊，最終啊反輸1-2。好啦，整翻靚仔頭髮先，唔好再視線長要。口盡條氣，深呼吸，準備就緒。安永佳大戰門將就馬馬，上場35分鐘嘅階段啊！哇，大家都好緊張啊！靜靜地睇佢寫個12碼。呢邊咧就黃色戰衣就孟加拉嘅門神馬馬啦，睇睇安永佳掂唔掂？係咯，安永佳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安永佳1-0。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，都未必撲到啊，因為個波咧射得比較係貼地啊，咁啊何況龍門都係捉錯路啦。好1-0，咁啊好啲啦，定啦。所以有陣時打波好多諗唔到啊！一路落嚟啦，孟加拉咧，佢防守都冇走甩過香港隊嘅球員嘅，但係呢腳波咧，因為跣一跣腳，導致到急再出腳就輸咗12碼，又係一個犯錯所致。係啊，係一個犯錯啦。上場波大家都有啲犯錯，結果咧就雙方都把握得到。今次港隊都把握得到，孟加拉一次嘅犯錯，博到球12碼，安永佳操刀得手，門將馬馬就捉錯咗路線啦。放翻龍門嘅左下角地波啊，冇問題嘅，旋轉添啊，靚波好有信心，係又靚又入啊 ，OK 啊，頂得住壓力啊，哇！係啊，尤其是喺咁嘅情形咧，你頂到壓力好緊要嘅，射12碼。招牌慶祝動作啊，波支藍色嘅慶祝動作啊，一眾紅色衫嘅朋友全部都係支持港隊嘅 fans 嚟啊！好啦，呢邊咧香港隊有個好。